呢款石屎望落同一般石屎差唔多，其實係本地研發嘅創新物料高燃性輕質複合混凝土 LDECC。佢嘅重量同密度只有傳統石屎嘅大約1/4，但係抗壓強度就更高，仲可以自行修復微小裂縫，耐疲勞能力更好。元朗18鄉交匯處一段路堤係全港第一次應用 LDECC 嘅道路工程，團隊採用 LDECC 預製件搭建模板，再注入 LDECC， 既簡化施工方式，亦都減少使用高噪音機械。將 LDECC 應用喺呢個路堤建造，可以話係完全改變香港傳統採用鋼筋混凝土作為擋土嘅設計，預製嘅混凝土件啦，咁基本上就會輕，咁工人拎上去嘅時候咧，就唔需要有呢個好重嘅嘢抬上去，減低咗受傷嘅風險啦。採用咗 LDECC 輕量化填充方案，都能夠大幅減快呢個施工流程，徹底免除咗傳統搭建支架、釘板、紮鐵呢啲繁複嘅工序。呢個項目嘅施工時間都因此減少咗50%，直接嘅建築成本都減低咗20%。項目進行期間，建築科技研究院協助工程團隊審閱技術文件，促成呢款創新物料落地。土木工程拓展處亦都委託建科院制定 LDECC 嘅技術指引，方便業界廣泛應用。目標喺2027年第2季推出。包括 LDECC 嘅定義、原材料性能指標、測試標準、建築設計方法、施工工序以及質量控制要求。佢將會為日後各類土木工程提供重要嘅參考標準，特別係針對地盤空間狹窄嘅道路擴建，需要減輕負載嘅填土工程，以及急需趕工通車嘅基建項目。2024年8月成立，由財政司司長法團全資擁有嘅建科院，工作範疇包括推動 LDECC 呢類創新建築材料同技術嘅應用研發、制定標準，亦都會為建築產品、組裝合成製造商等提供認可同測試。目的係透過創新解決業界人手短缺、建築成本高同生產力下降等嘅挑戰。建科院至今已進行咗超過45項新嘅項目。預計每年可為建造業節省達31億港元嘅成本。隨住一啲新技術、新材料同埋新型建造機械咧就不斷湧現，咁現有嘅標準咧未必能夠完全涵蓋嘅。因此，我哋一方面就積極為呢啲新嘅事物制定一啲全新嘅技術規範同埋指引，而另一方面，我哋亦與大灣區接軌，共同建立區域性嘅標準，為業界嘅創新應用提供清晰嘅依據。佢又話，建科院計劃就人工智能應用建立基準評估機制，確保唔同方案符合政府公務工程嘅要求。